他们很用心，为了离乡背景嘛，然后要找一个聚会所，毕竟还有是从乡下到成长的过程，经历过神与他们同在的经历，所以说他们没有忘记神这位神的存在，所以说也离了被聚会他们的一个，先讲他们的当时的情况，还在那个张淑安教会的时候，可以吗？他们的这样的过程吗？还是那个聚会是就跟我们现在的礼拜仪式一样然后处理的，就是因为他们是那时候还没有称为长老嘛，就是专门就是代理处理的位置，包括诗歌、领唱都是一起的，因为人数少，也没办法说整个都可以完全的合并成为一个教会。可是我觉得他们很用心，为了离乡背景嘛，然后要找一个聚会所，毕竟还有是从乡下到成长的过程，经历过神与他们同在的经历，所以说他们没有忘记神这位神的存在，所以说也离了家乡，来到都市，然后开阔一个小小的教会，他们有一个依靠的地方，然后每个主日都定在那个地方。那虽然是不大，可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用心在上帝面前的服侍。主要参加聚会的人都是哪些人？有东海那个阿公嘛，还有他夫妻。我们那时候我看了，因为我还很小，应该是，因为我那时候的了解，应该是只有6对夫妻，还有几个小朋友，包括我在里面。那当然啦，里面也有我的叔叔，罗朝明，应该没有人怎么认识，只有法达案的人才认识，因为他老婆是他娶法达案的老婆是在那个什么光复火车站后面那个大华那一带，然后就为夫妻，然后他们也加入了这个团体，然后就在里面，然后我婶婶那时候就变成有主路血，提升了。然后有主路血，就这样子，然后带我就是主路血的成员之一，那时候就是主路血的成员之一。他那时候主路血还有那个黄明珠，他们是后来才加入，他们是后来加入的已经过了好几年了，应该有超过5、6年以后他们才加入，因为他们也是从从东部移到这里来，为了工作嘛。那他爸爸是在泰利公司上班，也是在泰利，他们就整个定居就在泰利，因为他们都住在那边，跟阳光镇的那个长辈，他们都是在一起的，都是在泰利公司上班，然后他们有宿舍嘛，在泰利公司有宿舍让他们住，全家都住在这个工厂里面，然后聚会的时候他们就来参与这个聚会，是这个样子。过程当然是不能讲说很详细啦。就是大概以我现在想象的，哇，真的是有一点太神了因为经历过好几个年代，也知道他们在上面的服饰上面都没有忘记，所以说我也敬佩这些长辈，虽然也没有经过一些教导，可是毕竟全心全力在上帝面前服侍，真的是这样。那后来有那个什么巡回牧师的，你有印象吗？严明福还是严什么？严明福是严明福吗？严什么？就是有那个，应该是严明福之前是吕金福啦，宣道师。这个我就不太知道，我就不大知道，因为主要都是主日学。主日学。对那个长辈的事情有一点不太了解，因为怎么讲，年代已久了那你这样回想真的是有点想不出来，可是是有参与在这个里面可是想说这个变化怎么变化的，
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说后来是因为搬迁的问题，然后就搬来这里。这个过程中因为我应该是中间我也离开了嘛，因为出社会了嘛，对不对？出社会了嘛，我不在这边了嘛，然后我就出社会嘛，我不在这里，我去树林工作，然后离开，然后住在树林，然后这一段时间我就比较不了解，所以说直到说要回来这边上光要设立一个教会的时候，那时候有回来，那时候也有回来，然后也是停留一阵子，然后参加这边的青年，然后就跟那个谁，大郎他们，大郎他们，还有王福生，他们那几个，王福来，他们这几个中间，好几个，然后就在这个上光教会成立。这个前面的诉说前面的话是有一点起伏，因为很多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不太了解，因为年代久了，我现在是想不出来。直到那时候的环境就是这个样子，不是说人很多了，就是大概就这几个人。你有印象的长辈有哪些？张东海、蔡水银，还有那个黄明珠的爸爸妈妈。我不知道他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那我也不知道。张荣昌他们是后来，对，是到后来才加入，都是后来的，都是后来的。他有一个庄清林，反正你说有印象？没有印象。看到人才对。包括这个，包括这个林什么去了，林金水他们都是后来的嘛。林金水是后来的。对，都是后来的，他们都是后来的。因为是住在我的附近嘛，所以说他们都是后来的。都是在泰利，那个是。林金水是不是在泰利？他在振兴钢铁。振兴。在中心路。对。刘先觉。马路dan road ya. Ngangan sekarang aku ngangan lah. 所以是。刘先觉我认识，反正我同学的爸爸。伊做嘛伫呢？可能我也不另外啦，我打抓住。他们说在桃园。嘛等于啦，我桃园在说桃园。再来就是来过来都是来过来加入的。也是后来的。都是来过来，因为masa upo kamukuan kira, roy changsuan kira, jatuh semua satu cara, mana itu sa upo, ini malah acar, tayal kira, macar busi, kira satu melihat, lihat satu bertan rauna dan so, atau busi lah, busi kuala ini, sana mana itu. Saya好了，不心酸。那时候那边的公司有哪些公司啊？你的印象？有天工做牙膏的，天工牙膏，然后可口可乐，中前应该是工业了。然后再来是李长荣化学的，是做木头的，做三合板的。然后呢，泰利钢铁，然后振兴，这几家了比较大的，属于大的，还有一个金海电子，这几个都是大间的公司，就在这个范围，我知道是这样，对不对？然后他的隔壁是一个变电所，现在还在啊，那个变电所还在吧？对，有啊，还在，就是那个他的旁边。里面，现在都盖房子了，不一样。对啊。年代不一样，时代的变迁当然是不能再走回去了。这样子，所以说这个过程蛮奥妙的啦。我也是感谢上帝，这一路上扶持他们，
能够造就了这个樟树教会。他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本来是在大同路那边嘛，后来因为这边有盖社区，然后有算是有一个大同路那边是没有，比较算是租的性质，不算是一个固定的。对，那是临时的啦。对，临时的。那这边是有一个算说，最后要确定下来的时候，宝宝那时候他们那时候的想法是什么？就是他们的想法是，可能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谈的，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也不干涉，因为他们都是大人在私下在那边谈。决定怎么样呢？那个我就不知道。或许他们是要追求上帝的预许吧，还是怎么样？或许也经过一般的祷告，他们有凝聚的一个方向，说好要设立一个教会在这个地方吧。因为大家都是来自东部的，有的是来自台东的，大家就想说信仰可能都是一致吧，都是一样的。那倒不可能说想说举例吧，所以要是一个固定的一个聚会所，对不对？属于他们自己所要的，在北部所要的主日所用的地方，或许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啦。这个过程，他们怎么协谈，那个我就不知道了，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没办法知道他们的构想。只知道说后来这个社区要盖嘛，那时候，对呀应该是68还是65，忘记。对，这个那个年代嘛，知道说这边要盖一个教会，我知道是这样。那时候你爸爸也在啊，不是吗？对呀，那是后续的嘛，那我就不知道他们里面怎么讲的。这个就要问这个前面的长辈了因为有他们的引领，我们才知道有这个地方有这个教会这个我就不大了解。像他这个有比较，爸爸有比较在中间的那个照片吗？是罗明生是他吗？对，这个，对。对啊，看有没有比较，他在中间的。这个才是。罗明生嘛。对。这个是。弄不出来。这是黄兴顺。对，黄兴顺。是张荣昌。对，张荣昌。对啊，只有，因为他比较旁边因为我们看目前的照片是，看有没有说他比较中间的
下开，下开。那时候最早的到底说是在1楼。是啊。早期的1、2楼，像这个栏杆，木头的窗框啊，哎，对，最早的是木头的，那这个里面也里面，你看都是木头制的，最早，这边有修过，一代1.9，一代有改变，这个东西有变的。早期的源头。冲到这个最早的，这是木片，这是最早的。楼梯就这样。对，制造就是这样，楼梯就是这样。这个是最早的，最早的都没有变，在这里是一样，但是最早的都没有变，是成教会的时候就已经存在。更像，最早的，这就是那个年代。同一批的。哎，就是最早就是这样，最像的就是这个。那时候的教会的外形外貌，这条路就是通到中心处。但是我们来的时候是从那边进来，大部分都是从这里进来，到教会。从那个张出发嘛，这边有一个总站，然后来从那边就走进来。大概是说最早的樟树教会，就从这个进去。房子都没有打掉。这个地震。
过水大家都搬走了。哪一间呢、恁讲讲啥？这个庆隆。他在，那个教会就在。对年61年了。哎。我们这么都67年。57年。67年。哎。对年是61年的。嗯。当然我们来这边是好像67年。67年的时候在那边。光复街。哎。那边好像我们只有2年，然后我们到新茂啊。光复街的时候，什么今晚你都要？那个长老不在这里了啦。张晋双。张建双。哎，还有那个，张东海。张东海。哎，2个，比较资深的长老在那边。就这样。啊，信徒是我。们跟那个张长老，还有那个啊，那个谁去了？比较的那个，都是不在这里做礼拜了，他们。我们来这里做礼拜的只有剩下我跟谁去了？那个陈天福。他们，他还在年轻的时候。奶奶，柯金才，杨光正。他们没有在那边。哎，后来第2次都在那个小教会。对，他们是后来。他以前在那边的都不在这里。光复街的。几个而已，好像30个而已，30几个而已，那个会。哎呀，我还是先在光复街。光复街那时候。有吗？那。对呀，在30几个，30个之间呢，没有多少。后来这边那个小教会建了，我们就在这边呢。
你在大同路那个变电所那边呢？也就是那个最先是在那个啦，光复街。哎。我没有在那边做礼拜。哦。后来就是在变电所那边，我们刚好是2年而已。你那不敢摸。哎，就这样嘛。哎。陈天福也在那边，跟他的哥哥，好像在那边有差不多也走了。是在2楼嘛？那个9盖。2楼。哦。哎。他的懒楼下是。租房子的。庄清林吗？是。庄清林。鲁曼尼庄清林。不是你。台湾的。还是隔壁？挪这个方哪个？我们差不多2年了，对啦。2年。后来我们搬到新茂，那个教会就有了。那个小教会，我们在这里做礼拜了。差不多2年而已啦，跟你。那个时候是有遇到那个严明福吗？对。对，他是严明福穆斯林，他只是节日的时候啦，比较大的节日他是循环牧师嘛，他就去到我们那边。张长老跟那个张继酸嘛，他们正道有教，真正的牧师没有。那李金福是李金福是教他们那个诗班，没有在那边。哦，只有教诗班了。对，那个张长老教的那个请他教诗班而已。哦。没有在那边。李金福那时候不是在那个。义城教会啊。已经在义城了。那时候是在义城啊。嘿。然后，后来我们要那个张长老说，为了那个诗班呐，世博合唱的诗班，我们就请了那个。哦。没有在那边当牧师。后来李金武不是在这里不是吗？他先嘛后，然后黄牧师嘛。对呀，是这样。那在以前那个大同路那边。我们在这里做礼拜，真正的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已经80年了。我们做这个房子，80年了，就在这边做礼拜了，是这样啊。没什么历史。有啊，那时候在那个大同路那边，长老有几妈长老？我都不大那个了，不大清楚，很久了。我几乎没有了，我认识的只有那些人呐，张青霜跟那个张东海。张东海是马了9楼。对，9楼才的。多张龙昌。大多路。还有执事呢？执事是。还有其他的啦，可是我忘记了。哦，执事是有黄明珠哦。还是啊？黄明珠那时候就是主路学老师啊。执事呢？几妈执事？是那时候我不知道。长辈你还个骨雕。哦，还是啊。罗明生呢？罗明生。罗明生有呢吼。有啦，已经在那边。他们现在那个光复街。他们是啥药啊？他们。几妈咪答案那么比你厉害的？就是罗明生跟那个他弟弟。罗智能。对。一嫂妈。他们那个兄弟在那边组织教会啥药贼啦，跟那个张建栓，这样。后来那个变电所那边我才去那边。那边的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不是有讨论因为三光，黄大寮三光这边伊拉有那个什么有盖米上啊。讨论那时候是这边教会不是，那时候我们那边没有什么那个主见，你们有那个办在这里的那个人在做教会不是吗？然后他们是期货没有来这边做教会而已，你们有没有讨论吗？咁么？大家都。哪多？反正有教会不是很好吗？那时候。那时候是租的嘛租啊，所以那时候说这边有教会了，我们在到反正没有牧师嘛，
有没有真正的牧师在那边？不是长老。干脆我们就在那边做礼拜，因为这边的长老，像那个李北德他们，也好忙多，对啦，也好忙，一年还多噻。几次是吧？很多次哦。没有几次了，好像，这在么地啊？哦。他说反正我们那个是租的嘛。不如有教会在这里，我们一起实在了给他。所以我们呢来这边，剩下有那个罗明生，对，来这里做礼拜不是吗？他弟弟就没有在这里。就这样啊。他读张建庄。这就算没有伊拉多，歪多。他已经没有了，没有在这里。歪弟呢？读张东海。没有，只有罗明生。就罗明生多。刘先觉呢？伊拉多。刘先觉是做礼拜，结果长老节了，一般会有。有了，节了，哪里的都在那么大呀了，那个什么那个工厂节。就这样而已了，其他都没有了。就是以前在戴笠那边工厂工作的嘛，那个散了就大家都没有在这里。真正的是这几个。真正的是我们跟那个陈天福，陈天福那时候还年轻，还没结婚。就这样而已，我认识的。各部分我能，技术不分啊。少的不多。这样而已啊。好。来到那个教会才知道的一起啊，在那边做礼拜。做礼拜。因为我知道那边有教会，因为我们也没有多久在这边呢，我们就搬到新茂了。差不多2年而已，干咩？弟弟，我们就买房子到新茂。所以在你的记忆当中是这样还没有到变电所之前，那个教会是在罗明生的家里做集会所。对。今嘛哪长老？张建山，还有那个张东海。张东海。就是罗明生都。罗明生，他多路在的。还有他的弟弟是执事，对。他的弟弟是罗志能。对。罗志能是执事。那时候已经有那个黄明珠也有在那边吗？黄明珠后来在那个。变电所那边他才有在。对，他妈妈。陈天福有没有在？在那边，那边是年轻人，萧淑芬。萧淑芬。黄家有了，他们都有在那边。所以说在罗明生他们家做礼拜的时候，那些人都还没有在那边。我没有去啊。你不清楚。我只知道那边以前是在那边。后来就到了变电所，我就在那边了。到了变电所，有请牧师吗？你们？我看只有30几个啦。30几个，那时候有新会牧师吗？别个丁那个丁。那教会rasa辛苦家把别那个给说，有一个照片在那里啦，前线。怎么样的？那个有照片。在那边的。别那个给说是个30几个，你们就来到樟树教会。有的是，我把带都有几个，我把带都那把3年，有来有来还，比较老的。带多年，那个，就是那个山是我海的，喜马拉雅那个，也是光复那边的，都是在那边做礼拜的，这边都是开始的了，就这样而已了，这几个我干嘛拿那个？第二都kami都在黄明处，你那照片还你那不见？那们的姐姐啊，那个谁，这个青菜他们，那时候跟青菜还没有长呢，这里的时候等长了，
马拉都不长了，没有多少啊，才几个。那时候变电所要到樟树教会做礼拜的时候，你们那个教会变电所也是樟树教会吗？对，也是在挂那个樟树教会。只是搬，那里一直在那个歌厅那边嘛，那个龙之能那个歌厅那边，也是很小啊。那个变电所是张之南的家里。后来是住一栋，比较人多了，就到那变电所，就是我们呐、我，跟那个陈店福、肖子芬他们，他的姐姐，还有那个黄敏书他们这样。这样也有基督徒的啊，还有一些了，我忘记了。后来就是就来这边李培德去那边说去来这边做礼拜，你们就全部过来了。就过来这边啊。那边的财产那些。黄敏珠那边的妈妈也买房子在这，都当然都在这里了。之前那个樟树教会要到新的樟树教会的话，变电所要到这里的话，你们没有怎么开会什么吗？有的没有来，意思是这样。那时候只是。因为我们都在这里啊，所以有的人走掉，有的人来就，黄敏珠那边不是买房子啊，罗志能不是买房子啊，他们都来啊，当然那边的人没有啦，当然过来这边做礼拜。是。意思是这样。你们来的时候，那个教会还有人在那边做礼拜？没有了，已经搬来这边了，那边的没有了，就这样而已。一个宝贝呢，好像差不多了，30个之间了，没必要。到外面住一家人，他爸爸，妈妈还在啊，就这样。和青菜他们夫妻，这样。所以就是，又来这边啊，他们都房子都买这边的、啊。我们没有买房子的，在这里的，我们过来做礼拜，意思是这样。那边就结束了。也没有什么很强迫，因为那边做礼拜都几乎买房子啦。有智能啊，黄敏书他们一家人和青菜，就这样而已啊。还有那个谁。肖时芬他们，他的姐姐，他们在这里的那个做礼拜的，是这样而已。也没有说很强迫怎么样，没有，因为他们都买房子了，只有我们呢、没有在那边住的，我们住在新茂啊，买新茂的房子，因为那时候小孩子上学，我觉得不方便。所以教会这边建，所以我来这边买房子，这样，一借了不方便，太远，因为他们上学啊，那时候，我觉得不方便，所以我搬到这里。因为那时候已经在这里国中了吧，之前，那边也是高中，是这样的。有什么好呢？装潢，摆房，没什么。Ayah kita tutup putih saya. 好，开始。Magkano niya ang utusan niya ni Che, akasupot si Mama niya. Tunan na. Kini ni mama itu. Yeah. 我要怎么做？我啥那怎么的？好，没关系。压力吗？以后也看不到了。Ya. Oh, ikan kaman usaha tu kan. Ni kan ni lah. 5 tu mau. 现在的外来一个人在外头地里里面大概不是这都是真正的。Kami atau rumah tu muka ayo.
No, hanya itu kumita baru dan bangga. Lihat aku. Itu cang. Uripun Amerika Utara. Nak ucapan dia. Ala-ala kata. Ayan, yung mga kapalo, asuari. Apa satu kumula. Bedia ucimpin. Cicara mo ito. Kata ang isang cocok sa tabalong sa ito ko. Tabalong sa ko. Ano yan? Mataan sa na tahu ko namin. Ano matatawa ko to yan. Wah, ito dunia no ito so what ito. Mataan sa ko. Hindi ko kuno mo mataan ka ko. Maanak yung talma ka to. Ito ko mo kami. Ano michuko kiso ite ko ano wala ko suani so poputara itu no kasi to kiso murara to Mana ta ma ito ko nuta baro. Ay. Maan ko to minyaro ay. ay Ito daw ma so tare ta baro tabalong sinaw. Wah, ayan, ito pagkala. Ito sa kayo suara pa. Ito ko nuta baro. Tato minyaro. 西这边的空气那边的空气不好吗？所以说哎，对。 Good. Ini. Ya.你爸爸现在在做什么？你老爸在干嘛？ Masasak. 啊？啊，那 Iya, masasak. Siang-siang. Iya. masak. Wai mau mak baru san. 你不会去出国走一走啊，环游世界啊。 Kemarin tuh pira? 都有，而且是老师，Kemarin tuh pira? 人家都有钱，慢， Meter itu Israel. 以色列memang。我们那个dia kan kalau macam macam ni tidak mungkin. 哎，亲爱的，早安。哎，马上那没？吃过了？我没有看到啊。谁知道你是个小朋友？ Ku dia lah. 乱叫乱叫。什么时候带你戏子？你说59年， mang của tài人，的工厂。你抓哪里啊？你我靠！你说把工作啊呢？啊，我什么都忘了，不记得。 Dia na mi kirin to no masanga to no kyokai 还没有啦， chimato 才开始。那些怪物的那些我们真的呢聚集在一起才是那个那边的教会啦。以前是在那个铁路那边嘛。 sakajai sa ayaw ay kamo pabinatan daw 一家两家，有6家吧。 te ana na rumai mapanaro kisoy itiraw imatini 已经慢慢变了啦。大概呢记得这些那个刚过去右转，然后第4家啊。 anjirat 以前 kala kami ah 们 ni hening 都可以啊。好然后那个张经理的那个第2个家就是张经理的家，在那个各个的对面第2家。 sakatusa 哎， iti 什么啦？ saupo ni 哎 namo 给他小朋友卖，然后就我们这个买了这间房子给他，还是啊，这边有家伙就是搬到这边来，啊，然后有来呀， oh 我们那是有2家了。 he 那时候 makikong to kiso i ayaw i dia ho sai ho 那时候还没有，那时候也是刚好啊，人家听不听见我还要打过来拿，听见我这个呀，我可能我大了，甚至打过来，到现在还是1.5米啊。 ish 还好了。 tu usako ko ngangan no pa 哎哎，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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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ay pa pa yan ni so
几岁？啊，几毛公啊？就了好久嘛，几拉好？哎，那时候是那个我们那边的教会时期，我记得以前是那个张东海跟那个张江酸嘛，我有没有？哎，不知道还有没有？我也很少人了，我有离开那个地方都没有在那里。那应该在早，应该还有在吧？那个在那个鲁曼尼庄金林法的那个时候是伊拉多诺及严明福牧师都及杜纳福西。很多牧师啊，那时候我知道是李金福。李金福，也有那个伊拉多及李金福，杜纳福西及严明福有啊，马伊拉多有，好像他新会牧师吧，那时候都没有什么固定的啊。及马萨拉卡代及严明福。我都忘记了。这么快？哎，啊！不能，你那个来帮忙。那是不是那个我老婆的？应该比较清楚吧？那时候我说是小混那个，是个信徒了，对不对？那时候我们已经结婚了。哦，马基哥多。哎，没结婚的，咱们自己有玩，他每天我们的姐妹就在那边好，结果早上一大早就喝酒了。应该太清楚了。哦。我受洗的是丁丁牧师了。是丁丁，一抓一丁丁，哎喽。忘记了。啊。受洗。你们叫那个的啦，比那米寿喜，你说自在，你说咋在？阿个龙鸡吗？嗯。我一个人不敢，多人我也可以。哦。我叫你先生。好。不好意思，你知道你不应该打高价，真的。对。再讲一次爱灵会，快点。那个时候的名称叫什么？爱灵会啊。哦。那时候。主要起码感到爱灵会。你说阿多陈阿诗、刘阿海。那个团体啦。嘿。那些了。刘阿海、江东发、黄月妹。陈一妹。哎呀，那是我们最先的没有几个，好像10几个了。啊。陆陆续续的越来越多。是先在桥下那边，米独论，先在那边祷告，跟牧师，Y 牧师是后来。他也没什么参与了，没有。以前的圣女不是欺负了那些我们经常去找些比较懂的东西说不懂，但是有一个廉洁的心，才会去这么做。其实也不是我们的心，是圣灵在感动，在让我们去做。他那时候黄牧师。他有进食，是，但是进食是为教会，而不是我们有时有很少了，不是说每天了。他有他工作忙牧者嘛，有我们反正下班以后来麻烦，就这样子的，基本上哎，牧师他进食，他40天跟25天是有先25天再40天的，麻烦那都可以说。那是后来的吧？后来的。嘿。那什么看那个啦？我也想起来那些人，我说大概的是这样想。
那也那去做过，那是后来的，那是没有办法。那个时候，米上岸诺法罗海诺给该不是这个扔那比拉有抵押那个权状。我们权状全部抵押啊，我们就是我不知道那时候也不是，那时候我们在抵押的时候，我们就说好，对，我不是跟你讲，你爸爸跟我配合，哎耶，你们的权状拿不回来的，没关系，拿不回来我不信这个主，知道我的条件呢，你既然后面就是盘点小股，我们寻求要这个董事长来帮忙我们的需要。他的开口，当然你感动他，他就来这里。他一开口，我们不能不配合他嘛，对不对？然后拿不过来没关系，我不信，真的啊，我跟是这样讲啊。快啊！有这个打到给说？这个打到，因为我还年轻，没有关系。我相信那里，我有保证，我相信那个上帝会给我祷告，因为我是，第一我有心脏病，第二肾结石，第三年的回年，哎妈的还得了这个去早上当妈的对了，没想到本来开刀啊，我老婆说，第三届的指导院，第三届的，我也不懂啊。人家怎么求？他说我也不会祷告的，既然是感动的，这两个会自己会祷告了。哎，这么你现在看，大那个墙壁上痛啊，那个我怎么这个脾气我也不知道啊，可能是上帝看我的梦吧。那时候我当嘛一直跟我同事，我在真知道要知道，哎，上帝还有给我礼物给我哎，现在。我头一次我知道的这个生意的事情呢，我们是说，当然我还没按手，当然了，那个器皿呢，我这个左手举起来，哎呀那个地方，好像有跟手龙头一样哦，那个水啊，唰，这样呢。那个小孩流汗说嘛的，我没有写这个东西，总会有这个东西在那样说，这样子。哎，可惜了，以前那个像我们那年代没人教导，这是去摸索。所以那个时候本来的教会是在没有，就是要盖新的教会。原本的预想是在现在的原住民公园。我们以前的计划是在那边，但是上帝不允许在那边，可能是要高速公路才能够的是在那边。李金师还在的话，李金师跟我搭档嘛，大小一模一样。哎呀，吕金师。哎呀，李金师走了。起码吕金师。萧淑芬的老公啊。谁？萧淑芬的老公。萧淑芬的老公。哎呀，在教会旁边不是？走了。哦。怎么知道嘛？对象跟我对象一样哎，对，这样，这个动都一样，反正我3个人同样的跟我上帝允许，我是这样的。对，我哎，像以前的牧师要离开的时候，我也看到这件事情，我也跟我们姊妹说，牧师要离开的，但是买一束花给他，这一梦买一束给他，结果我拿给他那牧师拿一束花，结果人家祷告不到，这怎么办？祷告小组怎么给这100？你要放走吗？他说没有啊，牧师会保证的，真的会保证。你看，本来那个西美洲会拿到花莲去啊，上那个牧师嘛，牧师没关系。
这边有伤害的那么多辛苦，因为这边的闹得这个样子，你说这个羊群还会到母会吗？你要照顾这些羊群吗？还是你要跑掉？可能我是这样讲而已啊，看你是怎样的。那我的心说，我可以带，真的。我说的心说，我可以带。我的想法。那时候就是这样。所以那时候法罗海的有盖，你们那时候的意向就是地上3层，兰诺是1层，然后一开始的计划是2层，不是3层，是3层。到第2层的时候，你爸爸说，2层啊，他说不对啊，难道是你看我吗？明明我看到3层，为什么是2层？那个后来听工程的啊，后来副工程3层的我就知道，对了3层，我看到都是3层。你看，就是1层。很清楚啊，我很清楚。2个儿子也在都回来。大部分的我们都同工知道了，其实没有参与的人根本不知道。美国那层真的，这个张董也是上帝，真的，只不过是他们参与的交杂了，就是这种原因，就是导火线。我付了，交了，我贷款。